大家好，我是朱峰议员。3月初4才有马铃薯节，下早10点半开始，下晡1点半开始。朱峰议员啊，你行过行无到5分钟，你就甲我慢起来，互我拍镜头变甲青青，变甲有道。你实在是规日的呢！迄天你会用早5点发票来，就用来这办马铃薯哦。迄天嘛有办一个画图比赛，奖品奖金拢足好诶。欢迎咱遮的小朋友吼，大家做伙来报名。3月4号伫专游中心，大家来佚佗，有打赏、文创，有好食物，都会用画图，都会用采马铃薯，欢迎来参礼物。斗南马铃薯节，马铃薯新名字咯。3月4号迄天，大家做伙来佚佗哦。这是倒位的马铃薯？咱斗南的马铃薯，咱即马要用迄气炸锅。好，等台。哦，斗南家己的马铃薯足甜哦，好食。好吃。食马铃薯。哇，够马铃薯咧！金胖胖啊呢，即马在做工过，敢袂使食啊？先吃饭嘛。一粒一口吃的呢吼。咁胖。哎呀，这有好食无？哦，真好食，我食3粒无啦。你食3粒啊？所以咱斗南这嘛是马铃薯的主要产区吗？这样差不多台湾4城到6城之间安尼。哦。朱峰议员啊，规日的呢！